人被主流社会逐渐抛弃，他们又为什么把选票投给一天穷人也没当过的特朗普？就像是同一个问题的 A 面和 B 面，个人和社会的合力才能出现一个寒门贵子，也是社会和个人的合力导致寒门难出贵子。下面就让我们从万斯自己的故事讲起，来听一听这首乡下人的悲歌。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底层白人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万斯1984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破落的钢铁小城米德尔敦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万斯的童年，那大约是混乱。他刚会走路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他跟着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姐姐生活。母亲当过护士，一生结了5次婚，不断出轨，不停恋爱，频率高的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伴侣。一个又一个的临时爸爸，像走马灯一般的从万斯和姐姐的生活中闪过。他们中有人曾经短暂的带给万斯正常的家庭生活，只是这样的生活总也不长久。万斯的母亲贝弗酗酒、吸毒，在一次次感情失败之后，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经常弄的是精神恍惚。他吸毒后在急诊室里溜旱冰，因此丢了工作。他还经常打骂万斯姐弟，有一次甚至差点让万斯丧了命。那是在万斯12岁的时候，他因为一件小事惹恼了母亲。那时贝弗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他扬言要撞毁护栏，与万斯同归于尽。这件事最终是以万斯报警，贝弗被法院起诉收场。为了不被陌生家庭收养，万斯对法官说了谎，但这件事儿却永久地成了万斯的梦魇。20年过去了，他还时常做梦，梦见自己拼命逃跑，逃离情绪失控的母亲。从9岁到16岁，万斯跟着母亲搬了7次家。本来呢，他成绩不错，但家里无休止的变动和争吵，让他的成绩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还在第4个继父的家里学会了抽大麻，他长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少年，遇到问题喜欢用拳头去解决，还觉得问题都出在别人身上。他痛恨自己穿不了名牌衣服，痛恨自己得坐公交车去上学，而不是像其他同学一样坐家里的车。他不仅恨自己不负责任的父母，甚至还痛恨一直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外公，因为他的过世让自己失去了庇护。万斯的外公和外婆虽然也是乡下人出身，却给了万斯力所能及的照顾和情感支持。如果不是他们，万斯或许早就辍学，或者是染上毒瘾。万斯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父亲，是外公教他做数学题，告诉他男人应该知道的东西。当外婆发现万斯学会了抽大麻，她第一时间把万斯接到了自己的家里，鼓励他好好学习，教会他劳动的价值。外婆总是对他说，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千万别像那些怂包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如果说外公外婆的支持像是避风港，让他可以喘口气儿，那真正让他有机会去追逐美国梦的是海军陆战队。高中毕业之后，在表姐的建议下，万斯决定先去当兵，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兵的经历从身体和心理上都改变了万斯。从前万斯是个小胖子，从没跑完过1英里，也就是2公里不到。4年的魔鬼训练下来，他只用19分钟就轻松拿下3英里。更重要的是，军队里严酷的训练和管理磨练了万斯的意志，也让他的心态变得积极。从前的万斯很悲观，他支离破碎的早年生活总给他一种信号，像他这样的人并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事实是，他们把缺少能力和缺少努力混为了一谈。努力完成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之后，他才发现他低估了自己，自己的人生自己可以改变。2005年，他随着部队奔赴伊拉克战场，成为了一名媒体联络官。他遇到的一个伊拉克小男孩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送了一块橡皮给这个小孩，小孩开心地笑了。这让万斯意识到，相比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孩子，他过往的那些不幸或者不公算不了什么。
当万斯23岁从海军陆战队退役时，他已经清楚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以及该怎样去实现这样的人生。退役之后，他靠打工上大学，以最优异的成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了双学位，随后又进入到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前就拿到了顶尖律师事务所的录用邀请。在耶鲁的3年，他遇到了完美的人生伴侣，工作、结婚、买房，顺理成章，他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可也就是在耶鲁的3年，让他意识到，他以及和他一样出身的底层白人与主流社会是如此的不同。耶鲁法学院里几乎没有家庭背景和他类似的人，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的学生来自中产阶级以及以上的阶层，大多数人是非常的富有。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为16万美元左右，这笔钱放在万斯的老家米德尔顿，这简直是多得数不清楚。但是法学院的学生期待第1年就拿到这么多的薪水，有的还担心不够花。更重要的差距还不是财富的差距。万斯的法学院同学们都家庭完整，家人之间和睦有爱，而且他们自信，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能力。而万斯认识的底层白人却没有一个有这种自信，他们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是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自己做的任何决定都不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别人成功了，靠的是运气和天赋，自己过差了，都是别人和环境的错。心理学家把这种是称之为习得性无助感。万斯从自身分析，这种习得性无助感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他小时候家庭的混乱，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控制不了。可怕的是，家庭混乱是一种恶性循环。生活在多变环境的孩子，比起生活稳定的孩子，更容易掉进不稳定的怪圈。万斯的母亲贝弗小时候家境并不差，当时米德尔顿钢铁业发达，万斯的外公在钢铁公司的工作收入足以是让一家人过上小康生活。但从贝弗记事开始，家里就充满了硝烟味。外公酗酒长达20年，还和外婆的兄弟在外面追女人。外婆痛恨外公的不忠，不再做家务，每天只想着报复外公。有一回，外公不顾外婆的警告，又一次喝得不省人事。外婆真的是拿来了一桶汽油，把他浇了个遍，然后冷静地划了根火柴扔到他胸膛上。当时才11岁的小阿姨冲出来把火扑灭，这才救了外公一命。在这样动荡家庭长大的3个孩子，一个个差点走入歧途。大舅舅高中没毕业就进入钢铁公司做工人，小阿姨16岁就从高中辍学去结婚，却陷进了一个充满虐待的家庭。贝弗原本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优等生，但是却在毕业2个月后就生了女儿，没能上大学。她19岁就离了婚，成了单亲妈妈。一直到万斯出生的前年，外公才终于戒掉酒瘾，与外婆和好。他们开始帮助孩子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帮小阿姨离婚，给万斯母亲交护士学校的学费，帮她带孩子。混乱引发混乱，不稳定导致不稳定。万斯一家就是美国底层白人的家庭生活写照。研究表明，多次经历童年创伤的孩子更可能被焦虑和抑郁所折磨，也更有可能在成年之后情感关系不稳定。即便像万斯这样成功向上流动的寒门子弟，摆脱了物质贫穷，也很难摆脱这种精神贫穷。是在他和妻子的亲密关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几近完美，却总忍不住因为小事跟他吵架，有时候甚至摔门而出。就像他母亲当年那样，这让他又内疚又害怕，害怕自己变成母亲那样的人。没有什么会比自己成为自己的心魔而更令人恐惧。为什么家庭矛盾在底层白人当中如此普遍呢？为什么像他这样出身底层的白人，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少得可怜？又是为什么造成了他们身上的习得性无助？让他们摆脱不了贫困。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2个问题，让乡下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一是社会区隔，2是文化区隔。
所谓社会区隔，指的是居住和种族群体的相对隔离。社会区隔如何产生的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万斯所写的乡下人或者底层白人做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义。在美国，白人也可以根据祖先的出生地分为很多种。万斯和他的家人自认为是苏格兰爱尔兰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奴工，然后呢又曾当过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又当上了机械工人和工厂工人。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人的称呼中，他们是乡下人、红脖子农民或者是白色垃圾。万斯的外祖父母都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小镇杰克逊。这个小镇呢是位于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那里有个煤矿产区，当地人是除了务农，唯一的选择就是下煤矿。二战之后，中西部五大湖附近的工业区崛起，工厂急需要稳定的劳动力，鼓励工人带着家眷北上到五大湖区的工厂做工。每到感恩节和圣诞节，中西部任何一条南向的公路上，几乎都是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密歇根州车牌的小汽车，里面都装满了礼物和回老家过节的乡下人。万斯的外祖父母就在这波移民潮当中闯荡到了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一个一度繁荣的钢铁城市。外祖父在当地最大的公司阿姆科工作。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是整个五大湖工业区最鼎盛的时期。万斯的外祖父母和千万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一样，从贫穷的农民变成了有车有房的蓝领中产。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经济大衰退，加上产业结构升级，五大湖区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政府出手干预，将制造业转移到西部和南部以及海外。工业经济南移之后，中西部的工作机会是大量减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都去了南方。五大湖区曾经发达的工业城市，工厂废弃，机器布满了铁锈。这一地带因此被称为是铁锈地带。留在原地的大多工作能力不佳或年纪太大，不适合再去打拼。加上房产快速贬值，一跌到底，没人愿意买他们的房子，搬家成本太高，被困住的往往是最贫穷的那些人。1980年代之后，米德尔顿曾经繁忙的购物中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餐馆、酒吧、大型超市迅速关张，大型商场停业，市中心变成废墟，到处是被遗弃的商店和被打破的窗户。有钱人曾聚居的主街，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瘾君子和毒贩子们接头的地点。贫穷从市中心扩展到城郊，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只有25%的白人孩子居住在贫困率在10%以上的社区。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0%，现在这一比例肯定更高。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当中，有20%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人不会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几乎没人到俄亥俄州以外的大学去读书，因为在本州内上大学，学费便宜不止一半。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情况就更糟糕。杰克逊全镇将近1/3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大约一半的孩子。处方药物成瘾在镇上泛滥。2015年，有几十人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当地的高中已经很久没有学生考进大学了。经济学家拉吉切迪就发现，在美国，穷孩子凭借自身才能高升的概率存在非常强的地域差别。而来自铁锈地带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穷孩子想要实现梦想、突破阶层是最难的。他指出了2个重要原因。一是这里单亲家庭多，二是家庭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区域隔离现象普遍。居住隔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看不到生活会变好的迹象，孩子们看不到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榜样。穷人们聚居在了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贫穷、暴力、毒品、复杂的情感关系充斥在这样的社区。逐渐的，他们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不管自己怎么做，像他们那样是不会成功的。
这是让他们形成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居住隔离没办法给穷孩子突破隔离所必须的人脉资源或是社会支持。这是万斯上了耶鲁法学院才明白的事实。一个人所拥有的人脉资源和社会支持，有时候比勤奋和运气更重要。他在一次面试中回答错了关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会失去这个机会。但是他的一位推荐人过后给这家公司打了电话，对他大加赞赏。最后呢，万斯仍然得到了这份工作。对于底层的白人来说，他们原本有机会通过教会打破居住隔离，因为教会不是基于居住地，而是基于信仰的支派不同来划分的。因此，教会里聚集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教会也能给他们提供帮助。对于酒精依赖症的患者来说，教会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怀孕的单亲妈妈们来说，它能提供免费的住处，还有职业培训和亲子班。如果有人需要工作的话，教堂里的朋友要么可以提供一份工作，要么可以帮忙引荐。万斯的生父经济困难的时候，教会的人还联合起来凑钱给他们家买了一辆2手汽车。然而，除了万斯的生父，他认识的家乡人几乎没有定期的教堂。新教徒认为，人可以通过信仰基督而得到拯救，不需要借助教宗和牧师。万斯的家人认为，宗教是个人的信仰，蔑视有组织的宗教。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社会区隔，经济重心的转移，让铁锈地带的底层白人愈发只能和穷人住在一起。居住隔离让人们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可能，孩子们没有可以学习的榜样，也无法积累走出底层所必须的社会关系。但是万斯认为，人们在谈到底层白人的时候，往往只从经济、政府和社会上找原因。但相比这些外在因素，乡下人更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也是万斯写这本书想要着重强调的内容。在乡下人与主流社会之间，还有一层文化隔离，它隔绝了底层白人的世界，让他们不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习惯性的把失败归咎于他人。文化区隔首先来自于乡下人自己的荣誉文化和逃避文化。从阿巴拉契亚山区走出来的苏格兰、爱尔兰裔乡下人和后代，对自己的家族和家园有着强烈的忠诚和自尊。为了捍卫家族或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不惜武力相向。万斯称之为乡下人的荣誉文化。乡下人在移民到城市后，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城里人的文化。城市要求人遵守规则和秩序，用理性协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拳头。万斯的外婆12岁的时候就差点枪杀了一个偷牛贼。进城之后，城里那些中产阶级主妇们常常组织缝纫小组、野餐会，他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于是索性躲在家里，不参加这些聚会。而一旦他们被外人冒犯，就会武力相向。有一年的圣诞节前，外公带着外婆还有当时还是小孩子的舅舅去逛百货商店，店员担心舅舅损坏昂贵的玩具，就不让他拿玩具。听说了这件事儿，外公的第一反应是当着店员的面把那玩具摔个粉碎，外婆就随便拿起架子上的东西到处乱扔，嚷着揍他揍他。那就像外婆常说的，你能让男孩离开肯塔基州，但你不能让肯塔基的血液离开男孩的身体。乡下人走到哪里都保留着他们的荣誉传统。按道理，这样一个重视自尊与群体荣誉的群体，应当是有担当、有直面问题的勇气的。但是恰恰相反，当现实与他们宣扬的道德大相径庭的时候，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他们选择的是逃避问题，假装问题不存在，或者编造谎言自欺欺人。当家庭出现了危机，外公选择酗酒，外婆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不再做家务，还把外面的垃圾往家里搬，不再跟邻居们来往，也无从倾诉自己的苦楚，寻求帮助。外婆成了邻居小孩口中的邪恶巫婆，嘴里一直叼着烟，手里总是端着一把手枪。
万斯的母亲解释自己吸毒的原因，一次说是为了逃避付账单的压力和缓解失去外公的痛苦，还有一次呢，他说那是为了逃避兄弟姐妹间的冲突。编造谎言、自欺欺人，是掩盖自身问题的另一个方法。经济学人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白人工人阶级比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工作时间更长，但万斯认为这个结论不正确，因为调查结果是靠打电话得出的，而乡下人总是喜欢夸夸其谈。米德尔顿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20小时，却人人都喜欢提到勤奋。万斯有位邻居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政府的救助，却总喜欢自夸勤奋。他说，利用现有体制的人太多了，那些勤劳的人根本得不到需要的帮助。他应该认为体制内的大多数受益者都是招摇撞骗，自己却是个例外。过分重视荣誉和自欺欺人，让他们总是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美化好的方面，又对不好的方面视而不见。这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他们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别人成功是因为运气或天赋，自己失败了却是别人的错，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习得性无助。万斯呢，在书中讲了一个同事的故事，在准备进入耶鲁法学院的那个夏天，万斯在一家地砖公司打工，工作是开铲车搬地砖，这份工作时薪是13美金。人手不够的时候高达16美金，普通员工的年薪有32000美金，高出一个美国家庭的贫困线，还有不错的医保。还有一个19岁的同事鲍勃，当时呢，鲍勃的女友怀孕了，公司给他的女朋友也安排了一份听电话的工作，但他和女友却因为消极怠工双双被开除。鲍勃是长期指导，每天呢要上个3、4次的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女友每隔2天就要逃1天的班，而且从不履行通知。被解雇时，鲍勃对着经理大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万斯发现经济不景气确实让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脑力工作，但薪水高、福利好的体力工作却没有人要做。不只是年轻一代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工作，他的一个老熟人因为受不了早起而辞职，却在 Facebook 上抱怨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而一个乡下人即便想要努力向上，他也会发现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区隔也在为他们设置难题。万斯进入耶鲁法学院之后，就发现这个世界的准则跟他原来所处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他不知道面试要穿正装和皮鞋，大家不是靠投简历来找工作，只需要搭建好人脉网络就能轻松拿到 offer。律师事务所的面试不是在公司，而是在鸡尾酒会上，面对一字排开的9个器皿、3把叉子和好几把餐刀，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到底该用哪把叉子吃哪道菜。他不懂得清水和苏打水的区别，不会点白葡萄酒。整个高档的宴会厅看上去呢就是一个取笑穷人的地方。万斯只能靠偷偷的给中产阶级出身的女友打电话求助，才不至于出影响。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区隔和文化区隔，以及因此而生的习得性无助心理，让美国底层白人陷入贫困，让他们与主流社会越来越远。他们都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不到丁点的事情，他们早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知名调研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只有44%的白人工人阶级期望他们的子女在物质上比他们过得更好。这一比例比更贫穷、经济前景更差的黑人群体和拉丁裔移民还要低。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底层白人讨厌奥巴马，因为奥巴马代表了他们不愿意相信的美国梦，他们看不到奥巴马达到今日成就所付出的艰难努力，只认为他是天才加上运气好。而事实与他们想的不一样时，他们宁愿相信阴谋论，也不愿意相信媒体。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讲到万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法官助理就结束了。他在书中并没有提到特朗普，
但这本书却帮美国主流媒体和精英们理解了特朗普为什么能赢得总统大选。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底层白人之所以投票给特朗普，原因正在于他们对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的彻底不信任，以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焦虑与绝望。特朗普看到了他们的焦虑，还承诺创造更多的就业，而他在竞选时的那种愤怒、愤世嫉俗的态度，也正好迎合了这些底层白人的心态。写出这一曲乡下人的悲歌，万斯并不认为乡下人值得特别同情，相反，他们需要做的是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无论好坏，多大程度上归因于环境不公或家庭不幸，又有多少程度取决于你个人的决定呢？万斯刮骨疗伤的非凡勇气和深刻剖析，成就了这一本伟大的书。然而，他对于乡下人习得性无助的剖析，引起了生活在肯塔基、俄亥俄州等地与他经历相似的人的批评。他们不否认生活在乡下人的绝望，但他们同时认为底层白人的生活困难重重，当下的危机就够他们应付，没有机会去计划未来。他们大部分并不像万斯说的那样懒惰，他们有工作却得不到好的报酬。我们天天听好书呢，曾经解读过《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它的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亲身体验到许多人打2份工都不能养活自己，个人的志气固然重要，来自外界的帮助也必不可少。万斯呢显然听进去了这些批评。乡下人的悲歌出版半年后，2017年初，他搬回俄亥俄州，成立了一个名为“复兴我们的俄亥俄”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处理俄亥俄州的类鸦片药物危机，同时提供高质量和学习性的工作给俄亥俄本地人。目前呢，他在一家名为“革命”的投资机构担任合伙人，主要投资新型生态企业，帮助加州、纽约和马赛诸塞州以外的美国其他地区发展。显然呢，他也清楚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确实存在。相比较资本集中的核心区域，机会少、资源少的地方，更需要资本和人才的助力。有下日的芳船来到台湾，就是2只对下门，一只是载70个人，44桶肥啊，70担白糖，50担乌糖，150罐鲜麦啊酒；另外一只载60个人，载250担糖，180担姜糖，1000捆的肥啊，100包的空安布，28支条啊，一只是对本港来载有9个人，59担鹿仔肉，一只是对李林来吼。在特朗普的讲台左右两边都有提词器，舞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屏幕，方便给现场观众展示各种数据。但特朗普不是多搞，随性发表各种言论，根本不看题目。当特朗普说到非法移民为止，他向右侧身，对着右后方的大屏幕讲解，然后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这就为枪手射击提供了窗口。就在他晃动脑袋的时候，枪手开枪，而且是连开了3枪。特朗普感觉到耳朵剧痛，突然意识到是枪击，立刻蹲下，枪手又朝这个方向开了5枪，现场一片大乱。在特朗普右后方的屋顶布置有美国特勤局的狙击手，在枪手开完8枪后，他们连开了几枪，当场击毙了枪手。等现场警察赶到枪手所在的屋顶，枪手已经死亡。这次事件的一大疑点就是，根据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他们在这名枪手背了步枪爬上屋顶时，就已经感觉到异常。他们在现场对着警察大喊：“有人拿了枪！”但现场的警察似乎没有特别警觉。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为什么警察的反应如此反常？那个怎啦？有一只胖船对安海来到台湾，载400担糖，22个人。我伫1997年吼，回到来台美国去 Silicon Valley 遐去出差，还有现场的特勤狙击手，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击毙枪手，说明
他早就发现了枪手，那为什么要等枪手打完8枪后才开枪？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全面分析一下这个事件，以及案发现场一些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惊悚细节。哇，听足多人请你扫，遐你扫到最严重就对了哈。特朗普此次演讲的地点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小镇。宾州是美国著名的摇摆州之一。摇摆州指的是那些在历届总统大选中难以预测的州，他们在政治上既不偏红也不偏蓝，被叫做紫色州。因为美国大多数州都有自己明确支持的政党。比如从2000年到2020年，美国有38个州都在总统大选中一直投给一个政党，所以摇摆州就是历次大选决胜的关键。这些州也被叫做战场州。特朗普来到摇摆州进行演讲，就是为了获得这里的选票。我们来看特朗普演讲的地点，这里是一个叫做巴特勒农场的地方。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是一片比较开阔的草坪，周围的建筑多，很容易控场。特朗普的演讲台就在这个草坪上搭建，而总统的安保则是由美国特勤局来负责。特勤局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的一个联邦执法机构，负责保护总统、副总统还有前任总统们及他们配偶子女的安全。但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都应该使用最高安保级别。特勤局有3千200名特务，基本处于全天候待命的状态。在演讲的当天，巴特勒农场划定了一个范围圈，属于特勤局的安保圈。圈内全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进入的人需要安检。可以看到，这个圈内包括主讲台后面的建筑，以及主讲台右边的湖泊，还有附属的建筑。也就是说，这些建筑的人员要在演讲当天全部清空，由特勤局特工把守，以防止可疑人员在建筑内部的窗户或屋顶射击。然后圈外的范围就由当地的警察来负责。可以看出，在主讲台左边还有一堆建筑，是没有被划到特勤局的安保范围内的。这是当天最大的一个漏洞，而枪手就是爬上安保圈外的一个建筑屋顶射击。虽然这些建筑外围有州警察看守，但不知为何当天的看守并没有进入。特朗普讲台两侧的建筑屋顶是当天最高的制高点，分别有特勤局的2个狙击小组从左右共4人站岗。安保圈外2栋较远的建筑上还有2个州执法机构的狙击小组。这样，现场一共有4个狙击小组，他们的火力呈扇面覆盖，配置是没有问题的。特朗普讲台的周围还有6个荷枪实弹的特工近距离保护他，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他们是要第一时间冲上去用身体当肉盾保护总统候选人。虽然美国历史上有9位总统都遇刺过，其中4位遇刺身亡，但自从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未遂后，就再也没有针对美国总统的刺杀行为。所以，特朗普当天还是谈笑风生，一点也不紧张。他一定想不到特勤局和警察会有如此严重的失职行为。据当天观众拍摄的视频，在枪击发生的前几分钟，就有现场的观众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背着一把步枪，还拿了一个梯子，准备爬上铁丝网附近的一栋建筑。他们大声向外围的警察呼喊，但警察似乎并没有当回事。直到有人现场拨打了911。才有警察被通知前往那栋建筑。在寻找可疑人员的过程中，一名警察发现屋顶上有人趴着，于是和另一名警察一起走向建筑。其中一名警察爬上屋顶查看，刚入头就发现屋顶上的枪手突然转过身来，用枪指着他。这名警察立刻下来，用对讲机呼叫支援。就在警察呼叫的时候，枪手随后就开始向特朗普射击，而枪手所在的位置就是特勤局安保圈外最近的一个建筑点。他的射击路线和特朗普的讲台差不多在一条线上，左边还有树木遮挡，这简直是一个绝佳的射击点。而此时，特勤局的狙击 A 组则在枪手的10点钟方向，狙击小组1般2人，在战场上通常是1名狙击手加1名观察手。观察手使用关照设备观察远处目标，并给狙击手提供风速、风向、温度、弹道等数据。但现场由于用不到这么远的距离，所以配备的是2名狙击手，一主一副，一个负责击杀，一个负责补枪。从图上可以看出，2人都配备有高倍望远镜。讲台左侧是狙击 A 组，开场前有人拍到2名狙击手在屋顶准备，而 B 组在舞台右侧，他们负责的是右边扇面的安保。特勤局狙击手标配的是 MK13 狙击步枪，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豹突击队使用的制式狙击枪，而特勤局使用的这把 MK13 是 Mod 7，也就是第7次改进版，也是最新的一版，射程由1100米增加到了1300米。这种狙击枪用来总统安保是绝对够用。
但枪手是如何找到这个绝佳的位置？根据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有人事后发现自己偶然拍到了枪手在特朗普演讲开始不久，走到了铁丝网外面，也就是那栋建筑旁边，同时又往场内观察了好一会儿。因为这时他没有携带枪支，所以他出现在那里并没有引起注意。在观察了一会儿后，也许他发现了这个绝佳位置，就返回了车里取了步枪和梯子。而就在枪手连开了3枪，其中1枪差点命中特朗普时，枪手又连开5枪 ，A 组狙击手这时才开了枪。但由于枪手前面的树木正好遮挡了 A 组狙击手的视线，第1枪并没有命中，而是由较远的 B 组狙击手开枪击杀了枪手，而且是1枪毙命。这时，增援的警察才包围了建筑。等他们爬上屋顶检查时，枪手已经死亡。他们通知了特勤局特朗普，这时才从讲台下面站起来。枪手一共开了8枪，除了1枪擦伤特朗普的耳朵外，还有3枪命中了现场的3名群众，其中1个人被命中头部，当场死亡。这个是一名消防员，他当时是听见枪声后用身体保护家人，被1枪毙命。另外3名受伤的群众是位于讲台较远的一侧。事件发生后不久，宾州警方曾表示，特朗普不是被子弹击中，而是被他右前方的提词器碎片击中。而通过现场的照片来看，提词器并没有被击中，看起来是完整的。另外，还有一些近距离的照片可以看到，左边和右边的提词器均是完整的。所以说，特朗普的耳朵是被提词器碎片击中是不属实的，不排除这是警方为了降低事态严重性发表的言论。现场除了拍到特朗普挥舞拳头照片的摄影师艾文·武奇外，还有一名叫做道格·米尔斯的摄影师，他自1983年以来一直在专业报道白宫相关新闻，可以说是历任总统的御用摄影师。曾经得过2项新闻最高的普利策奖。当年现场，他正使用一台索尼的 A9M3 相机，搭配一个2470镜头进行近距离拍摄。当枪声响起的时候，他正对着特朗普高速连拍。所以当米尔斯回家查看照片时，发现他竟然拍到了一颗子弹呼啸飞过特朗普的照片。米尔斯也在采访中分享了他拍到这张照片的情景，还提供了照片的拍摄参数。所以这张照片也说明了，枪手的子弹确实是差一点击中特朗普。从事后的弹道分析动画中可以看出，子弹打中特朗普几乎是毫厘之间。特朗普的多动症救了他一命。这次事件暴露了美国特勤局的专业度不足，好像我们提到特勤局会认为这些人一定是素养极高的人员，但其实不然。在历史上，美国特勤局发生过多起丑闻，比如嫖妓、酗酒、性侵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前往哥伦比亚参加美洲峰会之前，打前站的特勤局特工竟然在总统下榻的酒店招妓，被举报后全部开除，可以说是重创了特勤局的形象。特勤局把离讲台右侧300米开外的建筑都包含在了安保圈内，而离讲台左侧150米的建筑却没有包含在内，实在是令人费解。而这个建筑周围的警察也是安保不力，在群众发现可疑人员后，警察才姗姗来迟，所以州警察也有重大失职，且特勤局和警察的配合有严重问题。事件发生后，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向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齐特尔致函，要求特勤局保留特朗普枪击案的所有文件和通讯，以协助该委员会对枪击案进行调查。而这次调查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们后面会讲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特勤局的特工把特朗普护送回车里的时候，一名女特工把腰里的手枪掏了出来，做护卫的姿态。后来她似乎觉得没有必要，多次想把手枪放回枪套，但几次都没有放进去。这说明她当时过度紧张，平时训练也不到位。所以特勤局的专业度也不过如此。刺杀特朗普的枪手身份也被证实，是一名出生于2003年9月年20岁的人，叫托马斯·马修·布鲁克斯。他在枪击发生前2个月刚从当地的社区学院毕业，之后在一家养老院的厨房工作。事后他的高中同学告诉记者，布鲁克斯在上学期间因为个性孤僻被霸凌得很厉害，几乎没有朋友，总是独来独往，属于校园的边缘人。但他学习还不错，特别是功课。他还是当地一家射击俱乐部的会员，会员资格有1年之久。在当天，他携带了一把注册在他父亲名下的 AR-15半自动步枪，并加装了瞄准镜。而且，据他在射击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声称，布鲁克斯的枪法很好。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们一起刚完成了一个中级手枪2级课程，所以布鲁克斯有使用枪支的经验，他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刺杀特朗普。在美国，虽然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但也不是随意买枪。
必须要申请手枪或步枪执照，但一般人只能买到枪支的民用版本，而军用版本一般来说禁止购买，除非有特别许可。所以布洛克斯使用的这把 AR-15是他父亲购买的民用枪支，在大多数州都可以购买，只是手续比较复杂。而他的军用版本就是大名鼎鼎的 M16， 两者的区别是 AR-15是半自动步枪，只能单发，而 M16 有半自动和全自动，全自动版本可以连发，主要是在战场上进行火力覆盖。但如果是点射的话，两者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再加上有经验的使用者想在150米开外打中目标是不难的。但那天布洛克斯为什么连开了8枪都没能正中目标呢？这是因为 AR-15使用的是 5.56 毫米的内透弹药，也就是北约制式弹药，军用版使用的也是这种弹药，威力强大，所以在射击时有明显的后坐力。再加上如果当天有风，枪手压力过大，出现紧张等因素，打偏几英寸也属正常。其中一枪从特朗普耳边飞过，说明他已经打得很准。还有，在枪手爬上屋顶后，开始进行射击前的准备，但后来上来的警察打乱了他的节奏，导致他匆忙开枪。如果不是这个警察，也许特朗普的性命真难保。布洛克斯后来被公布是注册的共和党人，但他却开枪刺杀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听起来好像不合理。但其实美国共和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反对特朗普的人有很多。他们即便支持一个党派，也不代表他们会支持党派里的所有候选人。事后，警察对布洛克斯的电脑进行了调查，发现他的浏览记录中包括了特朗普还有拜登的照片。此外，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想到的，就是英国的凯特王妃的照片。这些人是否都是他计划刺杀的目标？不得而知。同时，他的搜索记录还包括了重度抑郁症，说明他的心理有很大的问题。此外，警方还在他的手机上找到了2021年美国牛津高中枪击案凶手的照片，也就是15岁的伊桑·克鲁姆利被捕的照片。这名凶手当时手持一把半自动枪，枪杀了4名同学。把这些照片联系起来，能够感觉到布鲁克斯已经想象到自己刺杀特朗普后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的场景。而美国历年的校园枪击案很多都是凶手性格孤僻、心理扭曲，从而用枪支报复社会的事件。这些枪手的画像都很一致，所以这次的事件应该也是一个偶发事件。凶手就是想干一件大事，从而填补自己内心的扭曲。此事件还有一大争论，就是特朗普有没有可能是自导自演。毕竟，如果成功，就可以大概率翻盘当上总统。但如果对枪械射击有一定了解，就知道自导自演根本不可能。首先，枪手是朝一个目标连开了8枪，从被他击中的人来看，这8枪全部是朝特朗普方向，不存在枪手朝别处开空枪。特朗普用血包捂住耳朵的行为，甚至有一个视频还拍到枪手其中一枪打中了和特朗普平行方向用来调音响的起重机液压管。导致液压有乱喷，这种真枪实弹的射击怎么可能是自导自演？另外，据媒体报道，枪手给他的 AR-15配备了一个 EOTech 全息瞄准镜，这个瞄准镜有一个严格的分化版，说明了在无风的情况下，在各种距离上应该把准星，也就是红点对准目标的方向。根据现场枪手的位置，距离大概是150米，也就是278码。他的准星应该覆盖特朗普的整个头部。如果说特朗普是自导自演，让枪手特意瞄准他的耳朵，即便是专业的狙击手也做不到。枪手能够打中特朗普头部所在的位置，枪法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再就是反派势力暗杀，在大选如此关键的节点，特朗普呼声高涨的时刻，干掉特朗普也许真的是阻止他当选的唯一办法。那么会不会是民主党找人暗杀特朗普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不管枪手死还是不死，事后都能通过调查找到蛛丝马迹。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如果枪手是被安排的，他完全没有必要提前踩点，直接去屋顶上等就好。这一偶然被拍到的视频，正好说明了枪手不是被安排的。实际上，该事件最大的疑点就是特勤局。就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后，美国 ABC 电视台就公布了 FBI 对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到，他们已经确认，在枪击事件发生的前20分钟，布鲁克斯就被特勤局的狙击手发现。报告中说到，狙击手在5点52分就发现了嫌疑人，但到了6点12分，他们才开枪。也就是说，这中间的整整20分钟，他们都在用瞄准镜观察枪手，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但他们当时一定是对上级通报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就在布鲁克斯携带枪支爬上那栋建筑屋顶后，A 组的狙击队员就发现了他们上报后等待击杀命令。这时特勤局高层知道了这一情况，
立刻分析这有可能是刺杀者，但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所以就命令特勤人员在确定枪手有威胁后再开枪，或者等待警察去搞清楚嫌疑人的情况后再行动。这作为一般的安保行动来说无可厚非，程序上也无问题。那么，如果特朗普被击毙了，就皆大欢喜；如果没击毙，也可以甩锅给程序和流程。所以，狙击手接到了命令，是确认威胁之后再开枪。再加上外围警察行动的迟缓，他们一直在等待，直到20分钟后，枪手开枪，而且是开了8枪之后，狙击手才开枪击毙他。所以，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就问责特勤局长马斯克等人，也在推特上拱火，让特勤局长辞职。他们明显是感觉到了特勤局的问题。就算当时特勤局是要等外围警察搞清楚嫌疑人身份再开火，至少也应该让特朗普立刻暂停研究，等待风险结束。可是特勤局并没有这么做，所以特勤局长就是在借刀杀人，还想做的天衣无缝。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而特朗普在刺杀事件之后，从新闻上看，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像以前一样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简直成熟的让人心疼。他应该也感觉到有股势力想让他消失，他从死里逃生后还久久不能平静。不管怎样，特朗普这次当选的概率已经几乎是100%。美国要准备迎接特朗普时代，他上台后对世界的冲击，目前还不得而知。我们也只能巴林邦拄则特别讲巴林邦海峡，就是巴林邦诶，迄个巴林邦的护照吼，即嘛是讲巴林邦海峡的 Lucy Berry 吼，这 Lucy Berry 伊的对注脚是写讲，就是 Lucy 巴啦，又搁写做 Noisa 巴啦 ，Roger Nellen 是伫苏门答腊 ，OK， 迄个岛我即马看到，苏门答腊大岛的印尼的大岛了哈。这个今天很荣幸有机会，苏门答腊 Sumatra， 我记得是 Sumatra 哈。分享一下 Sumatra 对于这个量子科技的看法啊。当然，其实今天的题目因为是人文跟科技的对谈呐，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印尼的伫马来西亚下面就和。过去100年哦，新加坡这个叫啥？对，马拉加海峡哦。然后再从数学，我特别记得叫什么海峡？哦，马拉加海峡对面迄个长高型的印尼的岛，就是叫做 Sumatra 哈。这个转化其实在历史上常常发生的。等一下我们看到，其实各位是很幸运的一代啊。地球大概从来没有一个 generation 像各位这样。这个地球在未来50年会从古典的地球进入量子的地球。海峡，希望今天听完以后各位会相信这件事啊。那这个过程跟牛顿力学、跟马克思韦尔的电磁学其实是完全一样。我们先稍微等一下会回顾一下历史。最近 ChatGPT 很流行啊，所以我来之前特别用 ChatGPT 问一下。什么叫量子纠缠？他回答的其实不错。新加坡和印尼就跟量子纠缠是一个现象，其中2个或多个粒子以这样的方式相互关联后，即使它们相距很远，它们的特性也不再相互独立。这个是一个量子纠缠重要的概念啊。好了，其实爱因斯坦当时都没有理解。等一下我们看，它一旦纠缠以后。它没有个体分别，它就是一个整体，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光速传播的问题在里面。这里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物体。量子纠缠当然起源是量子力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更有趣。如果要谈历史，不管怎么样，重要的其实是这个整体。有很多物体组成的这个纠缠后的这个一旦量测它，它就马上崩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回到古典状态，变成每一个个体。
所伫准破水时，互公司送去该船顶所价值1600另外一个粒子状态被万万能的上帝保庇，避免搁再造灾难，并且互这个损失会当伫其他的所在来得到补偿。测量了以后，它才分它成为了当印度航在那个所讲的搁再来的无益，主要需求以下现款甲商品，就是被动的黄金为着当印度的无益，5万毫吨的精米的灰仔为着祖国。55000担的糖，其中尽量爱较侪冰糖。550担上好的鲜仔青丝，其中200担是为着祖国，350担为着当印度的无益。10万毫吨的各种有色的丝制品，其中还有2000箱的丝帽啊，45担加链个丝。他只说这个理论不够完备，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 ChatGPT 客观的讲，回答的是相当好的。这个答案已经大概90%人以上答得要好多了。上个礼拜我在做高铁，突然收到 email， 说这个演讲要出2个题目，让学生写习题，要写500字。45担加链个40担各种高铁上就出了，鲜艳的颜色。就是中国是4大文明古国，号称唯一现存的国家。我玩的玩了哈。中国有世界上有4大文明古国，东方人都说是4大文明。西西哈，其实西方人加上美洲2个，印加，还有什么玛雅。可是，在东方其实就说4大文明。中国其实也灭过2次。广东元朝面50担好的零，900担白蜡1000盎司好的镲锌，15担到20担上好的上等的定香，为了祖国市场吼。20担的彩色和白色的加链个丝，100斤上好的彩色的丝丝，200斤粗管丝，管丝然后卷丝。为什么科学基本上不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你问 ChatGPT， 它也有个答案。我其实也问了，它答案也还不错，可是不够完整啊。牛顿力学出现在这个宇宙上多少年？各位知道吗？等一下会看到，不到400年。工业革命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多少年？不到300年。马克崔尔的电磁学200斤粗管丝，多少年？1000担姜糖500担上好的和平衡，以每担10两银所买到所有的白蜡，就当印度的无益。电磁学理论加上巴达比亚的船只非常无够分配，因此后一帮的船也会安排。这是6月21日，所以知识是伟大的。知识出现100年之后，产生了科技应用，然后这个科技应用再持续50年到200年之间，才创造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大家生活。现在量子纠缠1935年出来的事情，其实我今天主要谈这个，没有要准备谈科技应用。1935年出来的思想，一直到2000年，科学家才知道这个是真的。花了20年的时间，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做电子元件。所以2020年之后才起了所谓的2次量子科技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正常的。思想出现100年以后，产生科技。这个科技最少要发展60年，所以我说各位仔细，未来50-60年，你就是在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变化，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刚好台塑林董进来啊，我说啊，如果没有这个打工，只能替张忠谋打工，只能替林董打工，因为有这个变化。那个3只航船对西南海到台湾，就是2只对往内来，你可能是
下一个广东省这个回来哈，派出回来董事长，你回来可能是下一个关那是市哈。这个其中一只走23个人，200担的糖，另外一只走14个人，320担的糖，一只是对下门来走100个人，100担的白糖，75担的乌糖，50担的米粉。50包米，10包康安布500罐，是那边就今仔日还佫一只胖船来到台湾，再有17个人。这个毕达哥拉斯哲学家也是。有2只胖船来到台湾，一只载有250包米，一只载有200包米。那个时候的哲学家其实是逻辑思想。其实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早期是混在一起的。因为逻辑推理是重要。胖船对于新来到台湾2只是对下门来其中一只载100个人，75担白糖，50担乌糖，13箱金丝，4包康安布甲一寡面环。另外一只载10个人200担糖，一只对历史来载有50包的米，和1担盐载有18个人。6月26。有一只胖船对下门到台湾，载35担糖200包米，40担乌糖6包康安布，500担西那麦仔手，载100个人。今仔日还佫一只对李林来载2900张落甲皮，19个人。6月27。有条今日6月就读煞哈，有2只胖船航回去安海，只敢若运回因对因所运来货物所得到现款。相对呢，有一只是对历史来载有100包米，36个人。今仔日对新仔传来消息讲，约落伫14天前，有一只大英国船对曼丹来到马卡。伫遐散布谣言讲，荷兰人计划今年要来围攻澳门吼马卡，引起葡萄牙人极度的惊吓，大受声报。17号，今仔日17号写一条谣言吼。好啦，后手这3天6个礼拜，伫到30，明仔载再过来继续读。所以基本上是不能关掉。所以1981年的时候，他发了一个牢骚，他做材料，他说：“嘿，这个宇宙就是量子组成，你不可能用 classical computer 数位。”